过来是重要产业伫高雄定根，煞来影响到生态。高雄市人武产业园区正式来动土，园区内有1万多丛的树丛，必须刷到包围去种。结果外包的厂商把这树啊全部断头，生态团体看到是真痛心，要求市府马上停止违法的工程。 规面树林拢无看到树叶啊，规个树尾错了了，边有几台工程车继续咧运作。这是人武产业园区几礼拜前正式动土，园区内面有19公顷平地人造森林，内面有几万丛的树啊，树尾错了了，讲要刷栽，和生态团体质疑讲，安尼根本是违法。计划书里面也有说要依照修剪规范，要不能砍这个主要的这个主干哦，跟主要的这些枝条。 但是它全部都是违规的状态，怎么会是这么粗暴，都是断头的方式？爱树业团体又被报条，要求市政府来停止这个工程，并且重新检讨园区内面绿地配地。这一些断头修剪的移植，未来的死亡率会非常的高。这个部分除了要求厂商立即停止施工以外，我们也后续将移请公有树木修剪维护咨询委员会会议来做一个审查。那审查结果，我们再依照结论来做一个 处置。重要产业要在高雄建设，却是影响生态。经发局表示讲，目前已经要求包商停止树仔修剪甲刷栽，未来嘛加强督导，确保每一个阶段拢符合规范。